1920世代跨越战前战后，台湾人秀艺知识分子曾目睹228事件，常在台大校园的商商会切磋学问、关心世事的两个人，前后分别被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迎进战后的统治体制。两位挚友像是宿命地在台湾的命运标示某种历史的界碑，好像互相改弦预测，互为华丽转身。在体制外的彭明敏和加入体制的李登辉形成对比。历史甲彭教授因的本土化、自由化、民主化的这个信念，一直伫台湾因扮演真特别的角色。伫咱迈入新世纪，台湾毋是干那甲中国爱有处理真好清楚的迄款的对等，也是讲迄个对待的关系尔。咱安怎放伫即个世界的潮流内底，互咱台湾会当伫20世纪行出20世纪咱充满着悲情的历史。伫即个关键的时刻，咱最后要来请彭教授甲李总统因来为今仔日因的真精彩的对谈来做足充分的对少年人的勉励，对台湾社会的期待，对咱家乡近代意义的国家的迄款的追求的迄个愿景，咱即马请彭教授甲李总统。对李登辉甲彭明敏，因两个人的迄个人生，我是真有感触。这两个人是历史的台湾历史内底知识分子所展露的两种的形影。我一直有想讲，甲因两个人故事写出小说。想要用两个人的故事咧，通常历史小说有定仔是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主要的主角。但我发现这两个人是有特殊的迄个对照。绅士的彭明敏与武士的李登辉，在太平洋两岸分隔20年，似乎重新有了交集。虽然两人未能在国事会议相见，但两人对台湾国家的梦想仍然相互照应着。平常我是台湾人自救宣言发表的时阵，我是拄啊读高中，我伫高中中学，实际上伊嘛会使算做我高中中学的学长嘛，当时是日本时代的高中中学，所以真早就知影彭明敏，但是真正甲伊接触是1995年代伊流亡对美国转来了，佫伫1996年参加迄个总统直选的时，甲伊有一寡接触。甲伊接触的时，伊当然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但是行甲伊有机会斗阵的时，会当感觉伊是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绅士，感觉伊真有教养性，李登辉先生我是伫2000年以后甲伊有接触，2000年以前伊伫国民党代表国民党伫中华民国政府体制内做总统，所以阵我嘛定定伫我的政治专栏内底有甲伊做者批评，但是2000年了时，因为有一摆机会要出版伊的一本册迄个虎口的总统，我写配互伊，尾啊定定就有接触的机会，会感觉讲伊个
李登辉是一个真亲切的，真迄个风趣吼，伊甲迄个平时会使讲伊是一个武士对迄个驯士迄个感觉吼，迄个感觉所以2001年吼，迄阵我请李登辉甲平平敏，我讲恁两个人来做一个世纪的对谈，叫做看看两个角度的人生来讲恁的成长，甲恁的迄个教育，甲恁的梦。迄阵伫迄个国际会议中心大概3000几个人，所有的 TV 还是外国的媒体，拢伫迄个所在做专题嘛，做专题台视迄阵做主场迄个转播现场，2点钟尾延长到2点半钟，所以迄个是我对因两个人更愈深刻的了解，甲对因两个人生更愈有一寡无共款的迄个人生的迄个比较。至少阮这个年代，无法度看到台湾更较民主的一个局面啦。但是呢，这个路无法度无行，只有行这个路了尔。为着咱的子孙一步一步来改革，这就是我的感想。政权和平移转有成功，但是呢，留下来情形都是这款的无理想的情形。拄仔你讲起过去全世界政权移转的过程中间，真侪国家拢有发生真侪代志。具体讲，冷战结束了后，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伊内面所发生的代志，大家拢真清楚。但是这个代志本身，应该就有人出来有责任。我是讲，应该这是我做出来一个责任才互大家无安定。我甘愿顶是日价，更是日价，为了这个代志为了咱台湾安定中间一步一步学习更较好的这民主的制度，大家要来骂我一个就好我呢，真甘愿负担这个十字架为了大家来牺牲无所谓。梦的2条路都是台湾人之路，平行但偶有交集，互换光亮，在有湾的历史天空呈现。他们的梦还在吗？台湾人还有什么未完成的梦？用小说来处理因两人的人生，想到这个梦的2条路，梦2道这个主题。